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嚟玩呢隻 game 叫環環暴擊錘。咁我哋嚟換咗啲禮包易換碼先。VIP 666，第一組啦。換唔到啊！咁大家有禮包碼嘅話，都可以分享喺留言區。咁同埋睇下呢啲福利先，郵箱嗰度有啲加入嘅福利，仲有啲福利卡啦，不過要充值，仲有線上獎勵。7日簽到，再跟住做個簡單嘅玩法分享啦。升級下啲武器先。咁依家嚟打第一章嘅第3關。解鎖咗個許願池，咁繼續打下一關啦，第一章嘅第4關。可以自動打就唔使手動去打。商店新服專享。幸運刮刮應該都係解鎖啲武器，解鎖咗一把武器啦。咁呢度有幾組禮包易換碼啦，大家可以去換啦。咁一共 total 有5組禮包易換碼，大家可以去換取呢5組。咁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先，拜拜。